你有没有感觉到双腿突然变弱的速度比你想象的还要快？想象一下，这些画面对台湾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爬上那栋没有电梯的老公寓楼梯，才到3楼就开始喘气。早上去士林市场或东门市场买菜，走没多久，脚就容易累。或者在捷运站里等车站久一点，膝盖就开始隐隐作痛。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其实正在向你发出警讯。根据研究显示，50岁之后，我们的肌肉每10年会流失3%到5%。这不只是数字而已，这代表着你的腿部力量正在悄悄地离你而去。更让人担心的是，当腿部变弱时，跌倒的风险会增加30%。在台湾，许多长辈因未跌倒而造成严重的后果，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请你一定要把这支影片看完，因为如果你中途放弃，你可能会错过一个关键的训练动作。这个动作可以帮助你避免一个最危险的跌倒情况，那就是50岁以上的台湾人最常在爬楼梯或上公车时发生的意外。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才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支影片。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如果没有帮助，请打数字0。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问题是可以改善的，而且只需要每天10分钟，就在你家里就能做到。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等长训练。这种训练方式非常安全，因为它不需要让关节做太多的移动，特别适合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这套方法会这么有效。让我先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过了50岁之后，我们的腿会变得这么无力。首先是肌肉流失，医学上我们称为肌少症，随着年龄增长，肌肉会慢慢减少。再来是关节里面的润滑液变少了，就像机器少了润滑油一样，活动起来就不顺畅。最后是骨质也在慢慢流失，骨头变得越来越脆弱。我常常用这个比喻来帮助病人理解，肌肉就像绳子一样，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就会变得松垮无力。血管就像台北的街道，如果塞车堵住了，整个交通就会瘫痪，血液循环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么什么是等长训练呢？简单来说，就是让肌肉保持在一个固定的姿势，用力收缩但不移动关节。这样的训练方式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不会对膝盖造成太大的压力，而且不需要任何器材，在家里就能做。根据研究证实，持续做等长训练6个星期之后，肌力可以增加20%到30%，这是非常显著的改善。这就是为什么台北市的复健科医师都会建议年纪比较大的病人先从等长训练开始，因为它安全有效，而且容易执行。接下来我要教你6个最有效的等长训练动作。现在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林志光先生今年62岁，住在新竹。他以前爬3层楼的楼梯就会很累，膝盖还会痛。他一直以为这是年纪大了没办法的事情。后来他来到慈济医院的复健科，张伟豪医师建议他尝试等长训练的靠墙深蹲。林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练习，没想到才练习1个星期，他就发现站起来的时候变得比较轻松了。2个星期之后，爬楼梯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痛了。现在他每天都很开心地告诉我，他终于可以带孙子去公园玩，不用担心腿没力气了。那么这个靠墙深蹲要怎么做呢？让我一步一步教你。首先找一面坚固的墙壁，把背部靠在墙上，然后慢慢地往下滑，就像你要坐在一张看不见的椅子上一样。大腿尽量保持水平，但如果觉得太吃力，可以不用蹲那么低。在
在这个姿势停留15到30秒，记住你会感觉到大腿前侧的肌肉在用力，这是正常的。如果感觉太累，可以先从10秒开始。我要特别提醒你这几个常见的错误：第一，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太多；第二，背部要完全贴在墙上，不要悬空；第三，呼吸要保持顺畅，不要憋气。如果你有膝关节发炎的问题，只需要蹲到一半的深度就好，不要勉强，慢慢来，安全最重要。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西门町等公车的时候，站久了，小腿就会开始发抖，感觉快要站不稳了。其实，小腿肌肉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的小腿就像是整个身体的避震器。当我们走路、站立的时候，小腿肌肉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如果小腿无力，不只是走路会累，平衡感也会变差。有研究指出，加强小腿肌肉的训练，可以让走路的效率提升15%。这表示你走同样的距离，会感觉比以前轻松许多。现在让我教你怎么训练小腿。找一面墙壁，用手扶着墙，保持平衡，然后慢慢地踮起脚尖，让脚跟离开地面，在最高点的位置停住，保持10到30秒。有个小技巧可以帮助你，想象有一条绳子从你的头顶往上拉，让你的身体尽量往上延伸，这样可以帮助你保持正确的姿势。这个动作除了增强小腿肌力之外，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可以减少晚上睡觉时小腿抽筋的情况。很多长辈都有半夜抽筋的困扰，练习这个动作可以有效改善。记得动作要慢，不要突然用力。如果一开始觉得不稳，可以双手都扶着墙，等到比较熟练之后，再慢慢减少支撑。重要的是要持续练习，不要放弃。很多人不知道臀部肌肉无力会导致腰痛，你有没有发现，去龙山寺拜拜，站久一点，腰就开始酸痛？这很可能就是臀部肌肉不够强壮造成的。我常常用这个比喻，臀部肌肉就像房子的地基，如果地基不稳，整栋房子的重量就会压在其他地方，腰部就要承受更多的负担。所以强化臀部肌肉不只是为了美观，更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腰部。当臀部肌肉有力量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分担身体的重量，让腰部不会那么辛苦。这就是为什么加强臀部训练对预防腰痛这么重要。现在来教你怎么做桥式训练。首先，准备一张瑜伽垫或者软一点的垫子，躺在上面，膝盖弯曲，双脚平放在地上，脚跟距离臀部大约1个拳头的距离。然后慢慢的把臀部抬起来，让你的身体从肩膀到膝盖形成一条直线，在最高点的时候停住，保持20到30秒。这里有个重要的提醒，不要把臀部抬得太高，也不要让腰部过度弯曲。我们要的是一条平直的线，不是一个拱形。有个小诀窍可以帮助你，想象你的2片臀部之间夹住一个铜板，用力夹紧，不要让它掉下来，这样可以确保你的臀部肌肉有确实用力。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记得要在垫子上做，不要直接躺在硬邦邦的地板上，而且动作要平稳，不要突然用力。如果感觉腰部不舒服，就把臀部放低一点。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找到适合自己的高度最重要。在台湾的巷子里机车很多，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要侧身闪避机车，这个时候如果腿部侧面的肌肉不够力，就很容易站不稳，甚至跌倒。这个侧面抬腿的训练就是要加强我们髋部外侧的肌肉，这组肌肉负责维持我们左右的平衡，非常重要。如果这组肌肉无力，不只是走路会歪歪的，连站着都会觉得不稳。很多长辈跌倒都是因为侧向的平衡感不好。研究显示，加强髋部外侧肌肉的训练，可以让平衡能力提升20%，这对预防跌倒来说是非常显著的改善。
那么要怎么练习呢？让我来教你。找一张稳固的椅子，站在椅子旁边，用一只手扶着椅背，然后慢慢的把靠外侧的那一只脚往旁边抬起来，脚尖朝前，不要转动。在最高点停住，保持10到20秒，你会感觉到臀部外侧和大腿外侧的肌肉在用力，这就对了。这里有个技巧，想象你的脚在推开一个看不见的阻力，就像是在推到墙壁一样，这样可以帮助你更有效地启动肌肉。记得抬腿的时候，身体要保持直立，不要往旁边歪。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把身体倾斜，这样效果就会打折扣。如果一开始觉得很难平衡，可以2只手都扶着椅背，等到比较稳定之后，再用1只手。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但是要做得正确，需要一点练习，不要急，慢慢来，持续练习你就会看到进步。你有没有试过弯腰捡掉在地上的东西，然后发现大腿后面有肿，紧紧的，不太舒服的感觉？这就是大腿后侧的肌肉，我们叫它腿后肌群。如果这一组肌肉太紧或者太弱，不只是弯腰不方便，还会引起腰痛，而且走路的时候步伐会变小，没办法跨大步。很多长辈走路会拖着脚，其实就是因为腿后肌群没有力量，这组肌肉连接着我们的臀部和小腿，在走路的时候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现在让我教你怎么训练这一组肌肉，找一个可以扶住的地方，比如说桌子或者墙壁，站稳之后，慢慢的把一只脚的膝盖弯曲，让脚跟往臀部的方向移动，在最高点停住，用力收紧大腿后侧的肌肉，保持10到20秒，你会感觉到大腿后面的肌肉在用力，这就是正确的。这里我要提醒你，不需要把脚跟踢得很高，重点是要确实的收缩肌肉，与其追求高度，不如专注在肌肉的用力上面。有个很好用的想象方式，想象你的膝盖后面夹住一颗小球，你要用力把它夹住，不要让它掉下来，这样可以帮助你更专注在肌肉的收缩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支撑的那只脚要站稳，不要晃来晃去，上半身也要保持直立，不要前倾或后仰。如果觉得不稳，就多扶着一点支撑物，等到熟练之后再慢慢放开。记住，每个动作都要慢慢来，急不得。只要持续练习，你一定会感受到进步的。你有没有在鼎泰丰或其他餐厅吃饭的时候，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膝盖会发出咔咔的声音？很多人觉得深蹲对膝盖不好，其实那是因为做动态深蹲的时候，膝盖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但是等长深蹲就不一样了，因为关节不需要移动，所以对膝盖来说是很安全的训练方式。等长深蹲可以同时训练到大腿前侧、后侧还有臀部的肌肉，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动作，对于提升整体的腿部力量特别有效。研究显示，持续练习4个星期之后，整体腿部力量可以增加15%。现在让我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做。首先，双脚打开与肩膀同宽，脚尖稍微朝外，然后想象你后面有一张椅子，慢慢的往后坐下去，但是不要真的坐到椅子上。当大腿接近水平的时候，就停在那个位置，保持20到30秒。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大腿前侧非常用力，这是正常的。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技巧，要把重心放在脚跟上，不要让重心跑到脚尖。很多人做深蹲的时候，膝盖会往前倾，这样对膝盖的压力就太大了。正确的做法是，你应该要能够轻轻地抬起脚尖，如果抬不起来，就表示重心太前面了。还有下蹲的时候，膝盖的方向要跟脚尖一致，不要内夹或外开，保持呼吸顺畅，不要憋气。如果觉得太累，可以先蹲浅一点，不用一次到位。做完之后，要慢慢的站起来，不要突然用力，
如果感觉头晕，就休息一下再继续。记住，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勉强自己。只要你愿意每天花一点时间练习，这些动作会帮助你找回年轻时候的腿部力量。现在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6个动作组合在一起会这么有效。我们的腿部主要有4大肌群，第一是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第二是大腿后侧的腿后肌群，第三是臀部的臀大肌，第四是小腿的腓肠肌。这6个动作刚好完整的训练到这4大肌群。当这些肌肉都强壮了，你就会发现走路变轻松了，爬楼梯不会喘了，在捷运站等车站久一点也不会累了。这就是全面训练的好处。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不做一般的运动就好？为什么要做等长训练？答案很简单，等长训练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磨损关节。对于我们50岁以上的人来说，保护关节是最重要的。一般的运动，像是跑步、跳跃，虽然也有效，但是对关节的冲击比较大。等长训练就没有这个问题，而且等长训练只需要每天10分钟，你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练，可以一边听新闻一边练，甚至可以在等饭煮好的时候练，不需要特别播出时间，也不需要去健身房，在家里就能完成。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推荐等长训练，它安全、有效、方便，而且适合每一个人。接下来让我跟你说明具体的训练计划。建议每周练习4到5天，不需要每天都练，让肌肉有休息的时间也很重要。每个动作保持20到30秒，然后休息15到30秒，再做下一个动作，把6个动作做完，算是一个循环。建议做2到3个循环，整个训练大约10分钟就能完成。如果你是刚开始练习的新手，可以从每个动作保持10秒开始，不要觉得10秒很短。对于刚开始训练的人来说，10秒已经不容易了。等到比较适应之后，再慢慢增加到20秒、30秒。如果你有膝盖疼痛的问题，记得要减少动作的幅度，不要蹲太低，不要抬太高，保持在舒适的范围内就好。千万不要为了达到标准动作而勉强自己，这样反而会造成伤害。有些朋友可能会有头晕的状况，特别是在做需要平衡的动作时，如果你容易头晕，记得一定要扶着墙壁或者椅子，确保自己的安全。可以请家人在旁边陪伴，这样更安心。最重要的是要持续，不要期待1、2天就看到效果，给自己至少2到4个星期的时间。相信我，只要你坚持下去，一定会看到改变的。光是运动还不够，饮食也很重要。让我跟你分享一些营养建议。50岁之后，蛋白质变得特别重要，因为肌肉需要蛋白质来修复和成长。建议每天都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什么食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呢？鸡蛋是很好的选择，一天可以吃1到2颗。鲑鱼、蒸鱼，这些富含 Omega-3 的鱼类也很好。如果你吃素，豆腐、豆浆都是很棒的蛋白质来源，这些都是我们台湾人很常吃的食物。除了蛋白质，水分也非常重要。很多长辈都有喝水喝太少的问题，建议每天要喝6到8杯水，大约1500到2000毫升。为什么喝水这么重要呢？因为充足的水分可以帮助血液循环，让营养更容易送到肌肉，而且喝够水可以减少肌肉抽筋的情况，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很多人担心喝太多水会一直跑厕所，其实可以分散在一整天，慢慢喝，不要一次喝太多。早上起床喝1杯，上午喝1杯，中午吃饭前后各喝1杯，下午喝1杯，晚餐前后再喝，这样就差不多了。记住，运动加上正确的营养，效果会更好。不要只做运动却忽略了饮食，这样就太可惜了。现在
请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2到4个星期之后的你。你爬上2、3层楼的楼梯，不会再气喘吁吁。你带住孙子去公园玩，可以陪他们跑来跑去，膝盖不会痛。你去逛夜市，走很久也不会觉得累。你去庙里拜拜，站再久也不会腰酸背痛。你可以安心的搭捷运、搭公车，不用担心站不稳。你可以计划去旅行，不用烦恼体力不够。你可以享受退休生活，做你想做的事情，而不是被腿部无力限制住。这一切都不是梦想，只要你愿意开始行动，这些都可以实现。我想请你今天就开始练习，不需要一次做完所有动作，哪怕只是做一个循环也好。重要的是踏出第一步。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请分享给你的父母、你的亲戚、你的朋友，让更多人知道50岁之后也可以拥有强壮的双腿。也请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练习之后身体有什么改善，我很期待听到你的好消息。最后，记得订阅频道，开启通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多关于50岁以上健康保养的资讯。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找回年轻的双腿，加油！